今日係車公誕啦，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喺車公廟為香港求得一支中籤，亦都有唔少嘅善信去車公廟祈福，祈求新嘅一年事事順境。何喬喬報道。劉皇發同一班新界鄉紳一早去到沙田車公廟求籤，並為香港求得一支中籤。雖然嚟講咧係反覆啲，但係嚟講咧個物位金蘭結義高。香港人嚟講咧，應該更加團結，同心合力，對香港嚟講係有信心。上古守明金仲尼郎，空不見舊同袍。唔好嗰啲已經過晒啦，咩空空如也已經走晒㗎啦。嚟講咧，應該好好㗎啦。今年嚟講，舊年為香港人求得下籤嘅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今年冇再嚟，咁再要為香港求籤，劉皇發有冇壓力呢？總之有誠心就得啦。我都話要沐浴更衣啊，沖個涼。換個衫，嗰啲個誠心啊，係嘛？嗰個誠心就可以令到神靈啦嚇，會保佑我哋。嚟到車公廟，善信都抱住良好願望祈福。呢一家人抽到一支上籤，希望大家都咁開心。咁啊，作為呢個香港市民嚟講呢，希望政府咧同呢個經濟啊各方面發展嚟講，大家都有個好日子之後呢，就唔會話去咁多怨氣。每年一到咗車公誕，車公廟呢一度咧都會擠滿咗善信㗎，咁佢哋都會咧買大大小小嘅風車，咁希望轉個運，祈求事事順境。雖然今年市道好咗，咁但係喺附近賣風車嘅檔主就話，買嘢嘅善信仲係要講價。警方晚上8點開始會喺車公廟一帶實施封路，方便善信參拜。有線電視記者何喬喬報導。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同市民拜年，希望百業興旺，全民就業。我自己希望財赤無憂，就百業興旺。因為百業興旺呢，我相信咧對我個財赤嘅工作呢就會得好啲啦。另外呢，我工作嘅壓力呢亦都會得輕鬆一啲。咁而家我最希望見到嘅呢，當然係全民就業啦。個個市民安居樂業，就所謂國家興旺，匹夫有責，每人做翻佢自己應該做嘅事。司長個位呢，唐英年又預計今年內可以解決到通縮嘅問題。佢朝早招呼傳媒到官邸參觀，呢度裝修得七七八八。佢話一家人呢，最快都要等到公佈下年度嘅預算案之後，先至會搬入嚟。即係啲恆溫設係咯咁。政府成立嘅50億元創新科技基金，5年嚟批出咗14億元。工商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就研究簡化基金嘅審批程序，鼓勵更多嘅廠家同埋科研機構合作，提升產品嘅競爭力。江麗群報導。呢個口罩外層可以防水，內層就會滲水。廠家引用咗大學嘅技術，令口罩內外層都防水。少少嘅改動，產品就多咗個賣點。廠家同大學合作做產品嘅開發研究，係可以申請政府嘅創新科技基金，但50億元嘅基金5年嚟只係批出咗14億元。呢個掌紋保安系統呢類提升產品嘅研究，過去1年理工大學咧就做咗成1000項㗎，咁大部分咧都有同廠家合作，咁當中只有20幾項咧有申請過創新科技基金。大學希望基金申請程序簡化，鼓勵多啲廠家同大學合作，提升港貨嘅競爭力。申請得嚟半年之後先開始做，要半年之後先有效益呢，個廠家話我商機已經冇咗啦。而剛獲委任為創新科技督導委員會主席嘅工商科技局長曾俊華就承諾加快審批程序，仲話有決心提升港貨品質。我哋研究咗出嚟嗰啲嘢，可以進一步變成產品嘅，咁樣即係變咗我哋嗰個研究嗰啲錢呢，呢啲係公帑嚟嘅，就係有一個直接嘅成效喺嗰度啦。曾俊華希望創新科技基金可以支援到6萬個喺珠三角嘅香港廠商，增加產品嘅競爭力。有線電視記者江麗群報導。今日係年初2啊，咁市民呢一早就去到街市買餸，準備開年飯。各類餸菜就比平日貴㗎，咁但係呢一樣都係咁好賣。有雞檔嘅檔主就話，成朝都做到唔停得手。張曉文報導。開年飯唔少得嘅雞，最貴要賣到70幾蚊一隻。嚟買雞嘅市民雖然話貴，但係都照買。新年中個習就係要食咯，我哋都係年都係咁食㗎啦。
檔主話：佢哋喺年30晚已經入定多啲貨，冇受長沙灣活雞批發市場優勢影響。星期六又係街市清潔日，但生意好，有信心買得晒啲雞。今日到而家暫時都未停過手咯，即係一開檔到而家係咁做咯。過年都講究意頭，口才好，生意都好啲。嗱，買蝦就食咗嘻哈大笑，買蟹咧食咗就生生猛猛，買魚咧食咗就，哎呀我頭先講，年年有餘啦。生菜最緊要啦，生財啊嘛。呢幾日天氣凍，又落過雨，蔬菜來價都比平時貴咗幾倍。但檔主話嚟買餸嘅市民都冇講價，市道明顯好咗。有線電視記者張曉文報導。上環嘅一間海味鋪啦，按照傳統喺年初二食開年飯，老闆話咧生意好咗，會按照情況決定係咪會加伙計嘅人工。鄭影雪報導。大展鴻圖啊！做咗海味店火頭4年嘅華姐同丈夫，朝早7點幾就準備開年飯，而老闆吳偉雄就點香拜神，祈求一年順景。到咗10點幾，忙完一朝，終於開飯啦。賀年嘅意頭餸菜當然唔少得，臘味象徵家肥屋潤，鯪魚象徵年年有餘。而最重要嘅，梗係發財好事。開年飯食咗40幾年，老闆話希望呢個傳統可以繼續落去，年年都同員工家人聚首一堂。啱啱過咗嘅年尾生意比之前一年好咗1成，老闆期望可以繼續生意興隆。咁身體健康啊，最緊要就係咁啊，生意好啲咯，一路咁好咯。希望老闆賺錢啊嘛，老闆賺錢話即係老闆有錢啦，咁啊加錢俾伙計噶啦嘛。伙計嘅新年願望係咪可以成真？老闆就話會睇下情況，再決定係咪加伙計人工。有線電視記者鄭影雪報導。維港今晚會有煙花匯演，天文台話啦，今日係多雲，但係唔會影響市民晚上觀賞煙花。不過由於天氣會再凍啲，市民出外睇煙花嘅時候呢，就要着翻多件衫啦。我哋預料呢個天陰陰嘅情況呢，都係會持續嘅。雖然係有雲啦，咁就因為嗰啲雲底比較高啊。即係有超過2000尺咁樣嘅，咁就通常嗰啲煙花都唔會放到咁高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應該會睇到嗰啲煙花都幾清楚咁樣。我哋預料咧呢個季風咧就今晚到啦，今晚即係如果大家睇煙花嘅時候咧，可能去到11度、12度咁啦，咁咧就但係到聽朝早咧就我哋預料佢會跌到9度嘅。今晚因為啲風已經起㗎啦，咁如果你就算係11、12度呢，如果啲風大呢，大家唔着夠衫吹呢，都會冷親㗎。為咗方便市民觀賞煙花啦，當局會喺維港兩岸實施特別嘅交通安排㗎。由下晝嘅5點開始，尖沙咀一帶會分階段封路，中環同埋灣仔多條嘅道路會由晚上嘅7點鐘開始分階段封閉。地鐵、東鐵、西鐵、輕鐵、電車同埋纜車會由晚上嘅6點至到10點半加密班次，而渡輪呢會喺煙花匯演前嘅1個鐘頭暫停服務，到晚上嘅9點恢復正常。另外呢，新聞一台喺晚上嘅7點59分會有特別節目賀歲煙花匯演，直播放煙花嘅盛況，請留意收睇。各地嘅華人社區都會有慶祝農曆新年嘅活動㗎。紐約唐人街嘅慶祝活動呢會持續3個星期，估計會吸引到50萬嘅遊客。鄺偉常報導。紐約曼哈頓唐人街有舞獅慶祝後年嚟臨，燒炮仗令身處外地嘅華人都感受到過年嘅熱鬧氣氛。9日1襲擊嚴重打擊紐約經濟，當地華人都希望新嘅一年多啲人嚟消費，帶動經濟復甦。咁我哋呢3個星期內呢都係應該係接近咗50萬人落嚟華埠嘅。咁樣當然啦，50萬人落到嚟呢，個個都會係用錢啊、食嘢啊咁樣，咁對我哋嘅華埠經濟呢係好大嘅幫忙。印度東部加爾各答嘅華人社區同樣有舞獅慶祝農曆新年。呢度嘅華人唔係太多，但都好重視過年嘅傳統，祈求一年順景。
大年初一，泰國曼谷嘅唐人街舉行當地歷嚟最盛大嘅慶新春活動。泰國皇后同公主特別去到唐人街同華人歡度春節。古巴首都哈瓦那嘅華人亦都舞獅舞龍迎接後年。哈瓦那唐人街曾經係拉丁美洲最大嘅華人社區，但喺古巴領袖卡斯特羅上台實施共產管治後，好多華人都已經離開，估計而家只有大約500個華人仍然留喺度。有線電視記者鄺美常報道。